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健康操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大家好，我们停通一下，筋骨运动一下。大家来呀，同昂，面向外，分开来坐，手臂打开来，分开开的话，运动的时间才唔会变到人哦。开始运动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是唔是有做合适运动的衫裤老鞋的？呢種係健行鞋，真好做哦，乜合適運動哦。宋大哥，你做呀拖鞋唔方便运動哦，腳底下唔拄好，會跳到也係扭到腳哦。做拖鞋較方便啦，我自家會注意啦。為了安全，運動嘅時間一定要換運動鞋啊！好，我少做換運動鞋。大家看我影片，睇你愛做唔使急，第一個動作，將肩向左手邊轉5擺，向左手邊轉5擺。阿爸，你轉太極咧，按用會速上，愛再慢點誒。好，我再慢點誒，睇你先生向下坐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要带学员活动筋骨，鼓励大家一起做健康操。此时会说：“我们来活动筋骨，运动一下。你来停通下筋骨，运动一下。你来停通下筋骨，运动一下。”要开始做健康操，照服员请大家面向老师，会说：“请大家到中间来，面对我，位置错开。请大家来了同行面向外，分开来坐。请大家来了同行面向外，分开来坐。”照服员要大家把位置调整好，让大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。会说：“把手臂张开，拉开距离，运动时才不会碰到别人。手臂打开来，分下开掉的，运动的时间才唔会变到人。手臂打开来，分下开掉的，运动的时间才唔会变到人。”照服员提醒大家，运动时要穿适当的运动鞋，避免受伤。会说：“为了安全，运动时一定要换运动鞋。为了安全，运动的时间一定要换运动鞋。为了安全，运动的时间一定要换运动鞋。”做健康操的过程，照服员会叮咛大家速度不要太快，要注意安全。会说：“你转太快了，这样会受伤，要再慢一点。你转太急了，安尼会受伤，会再慢点诶。你转太急了，安尼会受伤，会再慢点诶。”
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要带学员活动筋骨，鼓励大家一起做健康操。此时会说：“我们来活动筋骨，运动一下。Anything 通下筋骨，润通一下。Anything 通下筋骨，润通一下。”要开始做健康操，照服员请大家面向老师，会说：“请大家到中间来，面对我，位置错开。强太一架累俩动哦，面上挨，半块来错。强太一架累俩动哦，面上挨，半块来错。”照服员要大家把位置调整好，让大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。会说：“把手臂张开，拉开距离，运动时才不会碰到别人。手臂打开来，分下开掉，润通的细节掌握的变动音。手臂打开来，分下开掉，润通的细节掌握的变动音。”照服员提醒大家，运动时要穿适当的运动鞋，避免受伤。会说：“为了安全，运动时一定要换运动鞋。为了安全，运动的时节一定要换运动鞋。为了安全，运动的时节一定要换运动鞋。”做健康操的过程，照服员会叮咛大家速度不要太快，要注意安全。会说：“你转太快了，这样会受伤，要再慢一点。你转太急咧，安样袂着爽，会再慢掉。你转太急咧，安样袂着爽，会再慢掉。”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